咱再来看司法院的正副院长甲大法官洪提名人，今仔去立法院民众党团拜访。立法院今仔嘛举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有受害者的家属表示讲有嫌犯误解hom判死刑，最近却又搁改判无期徒刑。伊质疑讲大法官敢有法度来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呢？ 民众党立委甲大法官被提名人爱唱第二，随日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带领着司法局正副院长甲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民众党团。不过，民众党立委嫌讲，因之前发给提名人的文件到即嘛也未收到。如果法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自己对于法律都没有基本的尊重，那未来是不是适合当大法官的这个职位？ 我想人民心里会有很多问号。也会依照在法定的时间前，会送到各位的手上。立法院也进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学者认为大法官应该具备着独立性的司法气质，愿意听无同意见，无以家己的道德加政治判断为主。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他愿意去听不同的意见。只要有这样子的特质的大法官，值得我们肯定，应该也要被选任的。他不是穿着法袍的政客。 因那10年前发生的苏道长吕老师被性侵杀害案件，被害人吕老师的翁婿张介玲，即便是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参加，对嫌犯误辩被判死刑。不过今年5月经4审转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张介玲正伤心的请大法官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台湾的无期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有期。他的无期其实就是对我们家的无期的痛苦的宣判。 请问什么叫做最严重之罪？大法官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释？我想请我们民进党的朋友将心比心，赖清德将心比心。你叫我们立法院怎么通过这6位主张废除死刑的大法官提名啊？对于任何被提名人的审查，不意味着他将来在释宪案会采取什么样的释宪的立场。 苏道长吕老师案件10周年，初三被害者家属加人权团体将会伫凯道举行白玫瑰游行，诉求拒绝废止大法官。有期伫24大法官同意权踮立法院表决的进程，会再有一阵攻防。记者综合报道。